后来总统赖清德日前讲，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。有一位高中老师吴桂枝真气愤，伊接受到中国官方媒体访问，讲因伫中国也有亲人，叫伊要安怎来面对遐个亲人咧？身为教职人员接受到中国媒体采访，是毋是有透动，嘛引发讨论。他把同胞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，那但是对我们这些我们在大陆还有亲人的人来讲，他让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亲人？他是不是要重演台湾40几年前的悲剧？总统赖清德13号才讲，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。18号，中国官媒就发布这段采访。受访的这位是当咧台湾教高中的老师吴桂枝，伊对敌对势力的讲法是真不满。不过，正做公教职人员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，引发社群讨论。我的母亲变成境外敌对势力，那你们替我想想好吗？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有一层亲友的关系，所以他会希望这样做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我当然是觉得我没差。因为毕竟他是在授课嘛，会影响到的是学生，对，所以其实那是他的自由啦，对，但是他的内容的东西就必须得学生去判断啦。教师的身份，互一寡民众看来是小可概约，不过老师家己嘛有话要讲。我们并没有特别考量，如果采访的题目就是跟文化跟教育有关，我都是乐意配合。这倒不是我主动谈论，是对方提出问题，政府觉得公教人员不应该或是不可以接受官媒采访，那么请以法令明确规定。观感上的问题，这是不是就牵扯到个人意见了？吴桂枝强调，大家去中国拢有申请，嘛讲伫咧访问当中，唔那是讲到敌对势力的问题。不过中国官媒经这段影片来发布，伫两岸关系紧张的时机，嘛当着对方敏感的神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